1964年女王誕下，第4個孩子愛德華王子。披頭四訪港，盛況空前。電影《A Hard Day's Night》引發披頭四狂熱，首張專輯《Please Please Me》空前成功，改變了全球流行文化。香港大會堂及愛珍堡廣場成香港重要地標。香港的紡織和製衣等製造業持續發展，為經濟起飛奠定基礎。加班 OK。香港遭遇嚴重旱災，每4天供水1次，每次4小時。如今你在那座城市裡，拋開我是否已經1965年丘吉爾逝世，女王打破傳統，出席悼念儀式。香港金融方面發生銀行擠提，並導致恒生出售控制性股權屈風。1966年長女安妮公主已經16歲。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，蘇守忠絕食抗議，數百名市民遊行示威，演變成暴動，政府實施宵禁，開槍鎮壓，暴動平息。1967年英國皇室相對平靜的一年，但1967年香港發生暴動。朝氣風波，面對塵霧茫茫，扛起人生應有的擔當。人生苦短，道路漫長，哭了笑了一路向前。1968年英女王安穩地度過這一年。